Hello，大家好，今集我講講水下爭霸嚇，講講中國咧點樣咧就係反超日本同美日喺潛水艇個技術嗰方面啦。咁一路咧就呢個短板咧都係對我哋啲中國軍迷咧都好擔心嘅，就係話我哋即係話嗰啲飛機同船隻都好似同埋冇其他嗰啲飛彈啊都可以趕超咗美國啊同日本啊。但係嗰個潛水艇嘅作戰咧，好似呢個短板咧都幾頭痛嚇，因為你如果啲055咁貴嘅船俾佢一隻潛水艇一粒魚雷打咗，咁啊真係唔見好多錢㗎喎。咁93閱兵咧嗰日咧，中國咧就顯示咗好多嗰啲無人潛水艇呢個樣嘢一出咗，我就覺得咧中國係反超佢哋啦。嗰隻無人潛水艇AJX 002無人潛水艇得個50噸嘅啫。咁同埋咧，中國咧就有啲用電池嗰啲 battery 嗰個技術咧，整到嗰啲潛水艇出嚟咧，無人潛水艇咧，令到咧佢咧係個技術咧突飛猛進啊！咁一隻潛水艇咧，最重要咧就話佢喺嗰個螺旋槳後邊個推動器佢會產生好多嗰啲噪音啊，咁產生啲音波。咁日本咧同美國係最叻咧，就係聽呢啲咁聲嘅。以前真係中國嗰啲潛水艇一出海就俾人講話，好似夏威夷都聽到啊，都幾誇張啊！真係8000公里之外嚇。咁咧但係咧，佢嗰個美國同埋日本咧，佢哋可以整到咧嗰個螺旋槳咧係個聲音係非常之細喎，細到即係好似係個海洋嗰個背後嘅聲音，即係 background noise 叫做你直頭都唔知道佢行緊嚇。咁通常個潛水艇咧，嗰個螺旋槳一行嗰陣時候咧，佢會產生一個好低嘅壓，咁咧你就會產生好多波波嘅。嗰啲波波咧，佢一升上嚟咧，佢會爆，即係壓縮，咁會噗噗噗噗咁爆咗嚇，咁咧佢會產生好多啲聲音嘅。咁咧就係呢啲聲音係好獨特嘅，對每一隻潛水艇嚇。咁咧美國咧一路發展嗰個技術咧，又繼承英國啦。英國潛水艇係第一個發明嗰個用嗰個叫泵推泵推嘅技術，咁英國發明先嘅。咁呢個泵推咧，你睇到左下角咧就見到有3個螺旋槳，係咪？呢個咧就係佢唔係一個螺旋槳，好多人個誤解咧就話用一個螺旋槳嚟推嗰個潛水艇，唔係㗎。如果用一個泵推咧，佢係有3個螺旋槳以上㗎。咁喺後邊，咁佢係用一個管道包住佢嘅嚇，佢唔係露咗，即係露喺水面俾你肉眼睇到嘅，包咗喺裡面咁好似一個桶咁啊，一個大水桶咁樣，咁裏邊裝住3隻螺旋槳。咁用咗呢種技術咧，將咁啲波波就減少晒啦。咁你直頭咧就聽唔到佢嗰啲波波爆嘅聲音嘅。咁呢種技術咧，咁應該咧就係中國都掌握咗啦。不過佢咧就自從馬明偉咁咧就嗰個好出名嘅電磁彈射嗰個專家嚇，咁佢就將呢種中流中壓電流嗰個技術咧就應用咗喺呢個螺旋槳方面咧，就令到佢係冇軸嘅，即係軸心嘅軸嚇，冇軸叫做 shaftless，係冇個心嘅。咁佢直頭係咁轉咧，咁呢個技術咧仲犀利仲令到咧中國個潛水艇突飛猛進啊！咁咧有咗呢個潛水艇咧，佢係點樣即係反超咗美國咧？因為中國佢唔要花好多錢去整一隻比美國更大嘅潛水艇，又時間又耐，趕唔切啊！美國佬真係逼到嚟，佢咧就用一個不對稱嘅方法。我同你講，中國好中意用個不對稱嘅方法嚟打美國㗎。佢整啲又細又潛得深嘅潛水艇，咁你細隻裏面冇人啊嘛，無人，咁你咪可以整到厚啲裏邊又唔使有人煮飯啊，又冇各樣嘅電力生產咁複雜，佢只係有個推進器就得噶啦。咁你睇中國嘅技術已經有好，以前有潛水艇蛟龍
就係已經潛到1萬米咁深噶啦，即係個技術啊。咁你而家普通嘅潛水艇去到500米啊，最先進嗰啲去到500米係算咩咧嚇？中國可以咧就做去到咁低，就算1000米或者700米，咁已經係先進過晒所有嘅現有嘅潛水艇啦，係咪啊？係咪反超啦？咁同埋佢做到咧個噪音好低，因為裏邊冇人啊嘛。咁咧就只係佢需要個技術咧，就專注就係冇產生呢啲波波嚇用嗰個無軸嘅泵推嘅技術啊，行電嘅。你知啲電池其實中國幾先進啊，而家係全世界最先進。你諗下佢如果應用喺個潛水艇，係咪全世界最叻啊？咁同埋佢啲可以做得多嘛？一隻咁嘅潛水艇得個20米，1-2米闊啊，唔學似其他潛水艇，我講親都3000噸以上喎，3-4千、8000噸喎跌到。咁你中國整一隻更好細嘅潛水艇，咁啊你咪可以整到好多咯。咁你好多咪變咗咧，佢又變咗係一個好似長城咁啊，係嘛？一隻隻咁佈滿晒喺南海啊，守晒喺個重要嘅嗰啲海域嗰個關口啊，尤其是台海啊、東海啊，做好多隻幾百隻、上千隻都得。咁同埋呢啲咁嘅咁細隻咁嘅船嗰啲潛水艇咧，佢可以傳遞信息嘛？佢用嗰啲音波下，一隻傳一隻，一隻傳一隻，係咪好似將所有地下嗰啲資訊都掌握晒啊？咁你掌握咗資訊，你係咪可以打去啲潛水艇啊？嚇，同埋咧就係潛水艇嗰個通訊嘅技術咧，通常咧有分3種啊。有一種咧就係叫長波，咁就喺陸上咧，佢用打啲電磁波係好巨㗎，呢個天線啊，非常之巨啊，幾十層樓咁高，咁高咁大嘅，咁啊射落個海。咁但係呢啲係射得佢唔深啊，所以佢射得淺啲，咁所以啲潛水艇要浮起高少少，咁佢先收到呢啲咁嘅電磁波。咁咧有一啲咧就係用衛星，咁咧即係話你隻潛水艇浮上個水面度，我懟一支收個天線去，咁啊收衛星嗰個信號啊。咁第3種咧就係佢用嗰啲音波打出去，咁咧就話俾自己嘅友船聽啊，朋友嘅友船，咁就將啲信息傳遞。咁佢靠個呢啲長波啊、衛星啊收咗啲信號，一隻就夠咯。咁跟住用音波打，咁咪成個南海都知道晒呢啲消息啊！係咪好犀利啊？咁同埋咧，中國有一種技術，美國同日本都冇啊，就係量子雷達啊，量子通訊。個量子通訊咧就話佢用個衛星，一個量子衛星咧，將嗰啲一啲秘密鎖匙咧就俾咗嗰隻潛水艇。咁咧你截唔到噶，你一截咧佢就知噶啦，嗰隻潛水艇。咁你唔截咧，咁佢收咗呢隻鎖匙咧，佢就愛嚟好似打開個夾萬睇啲信息。咁啊即係話佢有咗咁個量子嘅電鎖匙啊，咁啊所有個潛水艇都可以通訊咧，但係佢啲亂碼嚟噶，咁佢就攞隻量子嘅呢個電鎖匙就打開個亂碼，咁啊嚟睇通訊，係咪好絕密啊？你睇因為咧美國佬聽啲咁嘅電池係好叻噶，佢接呢啲電池嗰個技術咁透過呢個量子嗰個通訊俾嗰條電子鎖匙，佢咧就美國佬一聽到佢就知你聽唔到我先用咁係咪好絕密啊？嗰個通訊係咪又高美國、日本嘅一兩個一兩代差啊？咁所以我話點解中國咧就而家咧喺水下個爭霸咧，漸漸攞到好多咧，就係嗰個 advantage 嗰個好多技術嘅優勢咁咧就你有咗個優勢，咁咧佢而家要做嘅嘢就係越整越多呢啲咁嘅咁細隻嘅無人潛水艇咁一路用佢一路話試，咁我相信佢大量試緊噶。其實佢已經係裝備咗喺個海軍嗰度噶啦。呢啲咁嘅無人潛水艇，佢一路咧就試就探測下，
咁啊又通下訊，又用量子通咁整整下咧，呢個咁嘅技術優勢咧，我諗砌低晒美國、日本噶啦，你真係全世界最叻噶啦，中國。因為點解？你冇咁嘅能力生產咁多嘛，中國係一個工業大國啊！哇，戰爭嗰陣時候啊，全部所有嘅國營嗰啲工廠轉晒做潛水艇都得，係咪啊？好多嗰啲造船嘅工廠或者一啲民企啊，可以轉做晒潛水艇。你話一日做到幾多隻出嚟啊？我都冇得推估啊，即係會好多隻咯。咁你諗下，如果佢裝咗幾千隻上萬隻，好似衛星咁樣啊，你諗下嗰個馬克思啊，送咗8000至1萬個嗰啲衛星上去，就係用嚟咧，就係用 internet 佢個 function 啊，用嚟電網個通訊。咁如果中國都整咗超過1萬隻潛水艇喺南海、東海、西太平洋嗰度，你話係幾個優勢幾犀利啊？即係話一發現有一隻無人潛水發現咗你嗰個美國嘅潛水艇，我即刻用啲音波傳俾一隻，傳到翻去中國咁咧就知道晒個海底裏邊個狀況啲船喺邊度，或者佢哋已經潛伏咗度唔出聲咧，喺個海底度沉住瞓覺，收呢啲咁嘅信號。因為點解咧？佢靜靜地喺個海底度咧，佢幾個月都得㗎，1年都得，因為冇人啊嘛，又唔使食飯佢咧就可以潛伏喺度咧，好多隻喺度到時一戰爭咧就可以喚醒佢，叫醒佢咁如果冇戰爭嗰時咧，就收集一啲信號咁咧就將呢啲咁嘅信號咧傳翻一隻傳翻去中國咁你諗下個優勢幾犀利係咪咁你加埋佢咧就有個靜音嘅技術，我相信佢個靜音技術已經係超越晒美國、日本噶啦。因為點解咧？佢冇人嘛，裏邊佢簡單好多嘛，同埋佢冇人，佢又可以潛到好低，超過500米以下嘅。咁佢又裝住好多嗰啲飛彈裏邊，或者嗰啲魚雷隨時都可以射出去打你你話嗰個優勢幾犀利咁美國都可能都諗到呢樣嘢，要做啲咁嘅咁細隻潛水艇佢都得，但係佢冇咁嘅工業，佢冇咁多錢啊嘛。中國平嘛，可以做得，同埋發展呢個技術，中國先過佢嘛。佢咧佢成日咧就要整啲好大隻嘅潛水艇噶嘛，唔係一個即係喺戰爭上嚟咧係講燒錢嘅。你諗下而家中國如果嗰啲高鐵都起晒啦，啲路又起晒啦，所有嘢都起晒，都冇乜嘢好投資啦。好啦，中國如果同佢打仗咧，將呢啲咁嘅起高鐵嘅錢全部轉晒落個軍備度，俾晒啲民企做，民企咪有工做咯，民企請人咯，等於係經濟咯。總之即係話你打仗咧，一定有個經濟後邊支撐住美國得唔得咧？你請咁嗰啲鬼佬每年10萬蚊美金一年你諗下佢點會夠中國嚟燒錢佢燒到佢真係成間屋都燒晒，中國咧仲喺度咧做緊一啲咁嘅軍備出嚟打佢係咪即係喺水上爭霸呢個大戰略係咪中國行得好啱好啦，講住咁多先啦。